现在你去逛逛是3只哇？热得嘞。你总算也讲热只啊？我这个就得嘞。我一早子拿点衣裳呢，撅过去在，你下条有面买烤。有。哎呦，龙先生，二麦子，哈，沙一呕出来的，大下去车，随时一只黑不落脱的树塘，深不可测的感觉扑面而来。现在在看这种房子，还有啥想法？上海人别走，但苏州来吧啊！现在埃面的开道开出去的，后看侪不肯出去，有啥基地啊？不能盖房子呀！我来进了想，我哪养了平岗了怪，我养那种地方叫我喊。虽然几十年之前，农民伯伯不敢想，城市好看一样。那个时节60年风霜。人类走，听听风珠颤动的声音，给几只白枪把伞。苏州的感觉出来了。哎，群山环抱，你是大自然的婴儿。哎呦，就是你感觉一下嘛。哎，我们来到了大自然的怀抱。你别学我一样啊，不许学我一样。啊，在这种地方来深呼吸，就像吸一口大自然的乳汁。看看这山上高个藜麦啊，一只就泥，到泥方拍上，所以侬一只来举再灌它。你别都是熬呢啊！你讲的有道理呀！啊，真正明白了。明白，给我上了一课。教授向后转，走去。回单位里头一桩事体，就是拿快递。一只侪是你欧洲人的会所，金家水，水没辣辣海，里向的人怎样辣海拍麻将，整个不晓得算少个一出。四山八乡走来，想着门站谁也出发者，现在先拿行李来整理整理。哟，啥意来着？当地列车停运，请尽快申请退票。门站个杆条停脱着，一样是部分地区中干风险。高不得，那办2年之前去，叔叔已经83岁了，人生有几个85？坐飞机，哎哟，不来玩。一落地侪是宜阳机场，高风险，查最查班机是低风险。走回头路还要去人工，车点年数分开，暗我没在，硬头皮还要去。出票成功，夜里谁也出发在，寒山洗行李，行李厉害，现在正式出发。2只箱子实在送不动，只好打的万里长征第一步。3-2-1-6，上海到兰州，估计埃里向有不少人在等我一样的命运。想着今在候车廊的一两天，头皮发麻，浑身发痒。哎呀，总算上次候车子，下午下个高台里向为见缝插针，并我中弄的动力，还不能忘记脱伞，一面送人。一面困觉，窗户外头黑不落脱，车厢里向嘘嘘叫，也是感到不得了。哎呦，夜饭来着，喝着推展个风，我总算尝尝子动物世界的味道。那个才是我今朝困觉的地方。来年头发什么什么的，在屋窗下子还滑下去。里头贴了脚跟水，饭一盖一身湿。夜里厕所黑天嘛他哪下来？想着2年前去，改天6个钟头，还是头等舱，一道去再过7、15个钟头过世。乖乖，搿只真头吹个，闻上去像前头困个人流个水一塌糊涂。今朝夜天是中国讲脱个在，现在是第2天早浪向，7点不得，真被人家睡了困觉。我先来各自烤面，横看是看那种门里向满进实在真服气，至今泡用场。再安再还有伴是光辉影子，山阴爱吃再饭清口面。山洞里向走走走走。早餐有没有需要的早餐？看看一道连连没菊花，为啥5根？想当瓜粉高头。